好，现在我们请我们市场候选人报告。好，我们现在请我们市长高博士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在场两位议员，黄部长、黄官，各位先进长辈，各位在场各位乡亲大姐大哥，我们很多位我们在场我们的议员还有里长候选人，各位长辈，各位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我想今天这个场合，当然我们有很多位长辈，可能在之前的部门汇报也见过是我本人，您可能在电视上也看过我，但是我想我今天还是必须借今天这个难得的场合，跟所有在场的长辈，跟所有在场我们的先进，非常正式的自我介绍。我是高世博，现在国民党提名来参选第3届的大台南市的市长。我们非常的希望，在25年民进党在台南的统治，能够在今年年底，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能够在25年之后，我们终结民进党在大台南市25年的统治，让台南市重新回到我们蓝天之下。各位长辈，给我们最大的支持鼓励，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台南市25年民进党的统治，尤其是这8年很多长辈都会觉得，未来虽然无满意啦，但是过了久变成惯习啦。甚至很多我们自己党内的这些同志先进们，我们自己好像都很难想象到说，台南市变天的天啦。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这个可能是10年来来运动上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们很多位长辈现在在我们的部门汇报里面，我们都跟大家分析，这一次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大环境，民进党在全台湾的这个统治已经是兵冠树立，怨声载道。所以以前咱去菜市听了，咱伫遐咧叫大家拢唔敢话去拢想讲，咱叫伊叫国民党嘛。但是即马大家去听起来都讲唔是咧骂国民党咧，即马菜市咧骂人拢是咧叫民进党咧。所以大家人看到听到咱叫民进党即马就甲挂过马进来挂过，然后呢，我们自己也跟着他们骂他们几句骂他们几句。这个10年为什么跟大家报告说，除了大环境以外，我们台南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是一个好的一个机会？这一次绿营的参选人，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民进党一向是党纪非常的严明但是没有想到说他们的这一次会有这么多人出来选，表示说在我们台南那个控制的力量正在逐渐的减弱，那这样的控制的力量逐渐的减弱，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他们的在台南治理啊，发生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治理发生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刚刚是记啦，已经进到会已经被当啦，记到开会，大家记到刚刚去被当，经济有比较好吗？日子有比较好过吗？这个就是最根本的问题。任何一个执政者啊，如果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大家好日子啊，我们大家就可以用选票把它换掉。但是我们现在民进党在台南过去8年的执政啊，不但没有给大家带来好日子，而且让大家越过越糟啊！而且他这个执政啊，基本上好像不在乎大家日子有没有过比较好哦。他有在乎大家日子过比较好吗？看起来没有哦。他重视的是什么事情？重视的是怎么样能够从大家的口袋里面多掏一点钱啊！所以，我们很多台南的乡亲啊，最近对几件事情啊，非常的反感。比方说，我们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房屋税的税单？大家最近有没有接到房屋税的税单？好不好？不晓得都怎么缴的，对不对？经济不好，日子难过，但是民进党的政府，台南市政府，他在意的居然是怎么样从大家口袋里面多掏一点钱啊！而且这个多掏一点钱是一个不合法、不合宪的一个做法，跟各位在场很多长辈退休金被砍一样，是不合法、不合宪。房屋税全台湾没有人，没有其他的县市敢像台南市政府做这种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事情。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啦，大家知道说，如果要从我们的口袋里面加税，最基本的原则，终是理会爱同回啦。加税一定要经过民意机关的同意啊，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啊。我们的房屋税有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又是台南市政府一个独特的发明啊，没有经过议会，也不需要。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赖清德市长组了一个委员会啊，里面放了2个他心腹的议员当作是他的议会代表啊。一个就是各位在新营选出来的李慧芝新营的地区选出来的李慧芝当作议会代表，就这样子，房屋税通过，去年涨54%，今年涨65%，明年还有80%。明年还有80%，涨这么多的税，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这个在我们看起来，这个已经不只是做的不好的问题，这个叫暴政，这个叫暴政。暴政，我们各位长辈，大家读过我们民国初年历史的，遇到暴政，国民党在100年前遇到清朝暴政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推翻满清。我们要怎么样？推翻满清。起义推翻，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讲说武昌起义啊，我们大家用武器、用生命用鲜血去推翻了这个暴政。现在民主时代不需要。我们不用用武器，不用用生命去把这个暴政给打倒，但是我们可以11月24号，拜托所有我们台南的乡亲，大家用选票来起义，11月24，大家相约起义，废除暴政，追求属于台南人的幸福。大家说好不好？好。
暴政如果可以忍耐，大部分的时候大家都摸摸鼻子就忍耐了，因为毕竟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推翻执政者这是一个也有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台南25年民进党的统治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很多时候我们在台南，我们蓝军的支持者大家连要跳出来跳出来给呛虾不是大家都刚刚闭气一起所以我们到菜市场很多时候去跟我们各个长辈市民跟大家拜托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很多时候长辈握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紧有时候来拍拍我的头然后接下来就跟我讲说，我也是国民党的我把国民党的大家讲的都很小声讲的都很小声我们11月24号这个起义我们希望让全台南市的乡亲都再一次的感觉到，我们国民党在台南全面性的恢复我们的力量，我们让所有台南乡亲都可以感觉到，我们国民党在台南又回来了，大家说好不好？我们这次我们在台南要回来，师伯一直有一个想法，很多人也是问我说，包括台北的媒体，说台南是一个很不好选的地方，问我为什么愿意出来，为什么想要出来在台南打这个困难度很高的仗，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这一次的选举，我们有很多位的候选人，绿营的也很多位，偏我们蓝营的也有，他们大家都把这个选举，大家看到的很多都是地方，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地方，有的人民进党的人是大家把台南看成是一个地盘，所以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地盘，要争夺这个地盘，所以民进党才有一个想法是，我们派一个西瓜出来，民进党派一个西瓜出来，还要当选，因为他要保住他的地盘。这个对赖清德来讲，尤其是这样，他把这里当作是他们派系的地盘，所以他们的这个初选打得超级的难看，来台大劳会劳力超级的难看。有的参选的目的，也许是要坚持他台独的想法；有的人是想为地方做一点事，尽一点心力，都是我想要为我们台南乡亲废除暴政的。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在这里要跟各位乡亲，尤其是在黄国兰党部和各位长辈面前。我要跟大家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们去年在中央委员选举的时候，去年下半年在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那时候参选，大概都是不到50岁的几位参选中央委员候选人，比方说台中的江启臣，比方说台北的蒋万安，比方说台南我，高雄市的陈怡民，比方说有几位，然后像侯友宜这几位，我们到时候参选中央委员，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觉得国民党如果在今年这个选举不奋起，不为我们的台湾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不但我们国民党可能在台湾我们会被消灭，而且台湾几乎会走入一个黑暗的一个境界，会走入一个没救的情况。
所以我们大家决定，在我们人生都快要进入50岁的这个关头的时候，我们希望为国民党来做最后的一搏。这个跟大家讲的话讲好像很重，但是我们真的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在台湾最后的一搏。大家既然讲到最后一搏，所以大家都要付相当的风险，大家都要冒相当的危险。意思就是落选的可能性其实也很高啦。但是既然是讲到这样，大家就讲好。我说那台南其实困难度相对很高啦，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冒这个险啦，因为台湾如果没有了，国民党如果没有了，其他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其他的事情没有意义，也没有什么个人可考虑，也没有前途可考虑，甚至我们台南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因为台湾已经到走入衰败、败亡的一条路。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大家讲好的事情。后来当然大家投入党内的这个初选，各自遇到各自地方不同的困难。现在所有当初那些相约了要一起选这些中生代表，现在大概剩下5个，现在大概剩下5个。我们要跟各位长辈实在的报告，我们台南在年底这个选举的分量，我们是超过台北市，超过新北市，超过桃园，超过台中，甚至超过高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到年底我们台南市翻盘成功，起义成功了，看到咱赢我们就足以带来全台湾巨大的改变。大家想象一下，其他地方先不要讲，如果我们台南市我们重新执政了，哇，这单专台湾的建立会带来空前的变化。我们台南就像在16世纪的时候，我们讲说郑成功把台湾重新回到华人、中国人的版图里面我们这一次台南可以再创造历史如果我们年底在台南，我们翻盘成功、起义成功专台湾就改变了。我们可能不只影响我们自己，我们会影响亚洲，影响全世界。大家不要觉得我说的话，这个话是夸张的。我们台南这个选举可以改变台湾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只是为了我们不要房屋税，不只是为了我们要让65岁以上的长辈人人有健保。不只是为了我们要把我们南科的工作机会扩张到西北，不只是我们要在西北也设立南科园区的分区，这些都是我们台南人自己的幸福。但是也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年底的选举，我们从台南改变，我们来解救全台湾的人。我们手里的一票，我们解救全台湾的人，大家说好不好？好。最喜欢9月者的改型，这个是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我们为什么讲新台南起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改变自己命运，就在大家各位长辈自己的手里面。如果大家支持我们不但可以解救自己，我们可以解救全台湾的人。这个目的，我愿意为大家站出来。我即使牺牲，
我都在所不惜，因为我知道年底这个选举，只有我们勇敢出来，我们才能够解救自己，解救全台湾。这个是我们台南这一场选举重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长辈报告，拜托大家11月24号，让我们大家起义成功，我们解救台南，解救台湾，拜托大家，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让我们11月24号相约起义，我们背楚高正，追求我们台南人的幸福。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主持比赛啊，我喊一声，大家喊加油就好了啊！中华民国，加油！国民党，加油！师傅，加油！没有吧？还有司仪啊，因为我讲司仪对吧？因为我们有几个现任的司仪，有我们蔡依辉，是这个现任的那个司仪，这个张世雪，还有我们参选的司仪赖廷正，还有参选的这个李彦祖，好不好？